为什么观众会一直感觉讲？还有人吗？退学的观众为什么拢一直感觉讲？广告最大声，其实毋是广告最大声，是咱的想法收细声。咱的想法拢收细声，为着版权的问题，因为想法顶头足侪音乐的物件，所以你若音乐收大声，你会互禁音，而且退去伫这一档内底，禁音愈严重，mute 愈严重。我家己这边是，所以亲像这台，你看我即摆音乐是上大的情况下，我根本听无伊的声音。但是我音乐是正常的，我试完者，这边是我的iPad，我iPad的音量是50%的部分，但是你50%听起来是正常，但是你听伊的台的时阵，你完全听不到伊的声，为什么？因为伊 OBS 的顶头的音量，伊是吐着红点尔，差点就，伊是敢吐着这个红点，这个部分。你看我的音乐甲我的声完全无共，但是我的声就算爆音爆破，我的声嘛无共。知影刚才我的意思？所以其实音乐的部分应该是爱互伊满音零。我的麦克风的部分是因为我即摆需求是遥远的，亲像我之前迄个麦克风是无开爆音的，干那原本的音量零的时阵，我零的时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是音量会使往上调的意思。我上这调到2000啊，你就袂使去这对我麦克风大概讲是好的。但是我之前迄个是耳机迄种的，另外一部耳机迄种的，耳麦迄种我是有加增量，这边是无。这个无加增量的情况下，开大声你才袂爆音，你才袂回音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真满意我即摆的声量，互大家做一下上课。